咱继续也是要来关心这个花莲光复乡的灾情。讲伫个崩山湖1楼的第一时间，有这太太心肝火倒，讲红晒，还佫伫个田里做事，等无着人，伊嘛唔敢家己逃命。过无偌久，这个烂土水就灌入来市区，民众走去伫2楼也无够，就要走到上尾楼，嘛赶紧透过这个视讯化救人。 宝宝，你先上楼。他没有手机，有没有手机？他没有。白头鬃的妇人人有够烦恼，着急的情书写伫咧面顶，伊紧去楼顶，因为崩山湖已经崩坏，爱赶紧走起哩。不过，对他去田里。好，小心安全，先上楼。好。妇人人因翁犹阁伫咧田里，手机阁无查。华视新闻团队迄当时都伫现场，烂土就在眼前。 真正会赶紧走，因为无偌久，光复地区就变作是安尼啊。已经满到2楼了，我们可能现在要爬到楼顶了。走去2楼还无够，水是直直呛起来，就爱爬去厝尾顶。口气听起来是足惊吓，嘛唔知敲电话敢有影响，紧卡视讯化救人。这是家里后面。是。让民众在站位。好。已经是第2波了，第1波已经下来了。 烂土甲路淹甲亲像河，无情的大水到24号透早已经造成14个死亡、34个受伤，还阁有100多人失踪。雨势变小，水嘛慢慢啊退，毋过规土骹的烂土，这要怎么清啊？厝内乱吵吵，无奈阁心痛。毋过足侪人要是闭窗整理厝内，阁有好心的民众使火车喷水，互人足甘心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